特朗普一定再反口，股市應聲大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 Donald。理財之道，我哋繼續講關稅。啱啱中美發表聯合聲明，美國喺未來90日裏邊將中國嘅關稅由145%降到30%，而中國就將美國嘅關稅由125%降到10%。可想而知，呢個消息一公布咗之後，香港恒生指數升咗682點。喺呢個消息公布之前一兩日，特朗普呼籲大家快啲買美股。呢次真係神有佢，鬼有佢，佢想升跌，佢話晒事。記唔記得對上一集我哋曾經講過佢嘅部署，佢嘅計劃係想點啊？喺佢第一次話要加關稅嘅時候，股市應聲下跌。呢個就好似牛市三期嘅第一個浪調整。跟住就見到特朗普不斷出口術，又話要同中國傾談啦，又話一直有同中國傾談啦，又話3個月裏邊傾掂啦，又話1個月傾掂啦，到最後叫大家仲要買美股添。呢個就係牛市三期嘅二浪反彈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今次嘅反彈浪係能夠升破之前美股嘅高位，就會變成一個牛市嘅最後一個升浪，就要重新計過啦。咁無論係牛市嘅最後一個浪啦，抑或熊市嘅開始呢？但係我想話俾你哋聽，嚟緊90日裏邊，特朗普一定再反口，股市應聲大跌。好簡單，賺咗錢梗係要割韭菜、割禾青走人啦。咁用咩方法係最快令到佢下跌啊？出口術啊嘛。我哋放長雙眼睇下呢場戲點樣演埋落去啦。記得點讚同關注，拜拜。